后来继续来看新北市泰山的中港南路，有一个女骑士，摔一个是俊佳力。伊当时对伫一台货车的后壁，结果雄去搞到翘起来的人空挂。因为当时佫落大雨，这个女骑士是大力向伫个涂骹，沿着路边一路安尼杵出去，头壳伤一个真严重。警方调监视器，发现这个货车驶过了后，人空挂就翘起来了。这个人空挂翘起来，到底是货车造成的，也则是地下水流甲冲起来，也则是因为雨伤大，拢爱个进一步来调查。大雨是路袂停，骑士行过路口，速落来才进入街路。水沟坎挂山位，骑士闪袂赴摔伫土骹，搁沿路处全爬袂起来。后壁外送的骑士看到，赶紧甲车停在路边。你要打电话叫救护车吗？对。你好，我要叫救护车。有人打电话，有人关心伤者，要协助摔倒的骑士报案就医。也没有做指示标志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搁有热心的民众摕物件甲扛扎起来，避免有人搁再受伤。不过这条路水沟坎挂掀开，搁唔那一个。对啊。对啊，我刚刚从那边过来啊。伫咧新北泰山中港南路看到的骑士表示，头前嘛有一个水沟坎挂掀开，沿路搁再徛，就拄到受伤的女骑士后脑受伤，也就是讲，这550公尺内就有2个水沟坎挂掀开。摔了。监视器的画面看到水沟挂是伫咧客车经过了后才刷位，不过目前无法度判断敢是车辆造成，也是雨伤过大，致使地下水流冲起来。警方表示已经通知水利局，佮有客车的驾驶到案说明，查明肇事的原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